Hi， 又係我係5班班何創星啊！上年 DSE 一共有超過5萬名考生報考，如果要突圍而出，真係少啲戰鬥力都應付唔到啊！我而家成日補課，都開始為下年緊張啦。而今日鄭天浩師兄就翻咗嚟母校，同大家分享備戰 DSE 嘅心路歷程。去片 Hello， 師兄啊，你介紹一下你自己啊！好啊，我係鄭天浩啦，係真碧山順良中學嘅校友嚟。我而家就讀緊香港理工大學嘅精神科護理學系。師兄啊，你嘅文憑試入邊嘅總成績係點㗎？我文憑試總成績 Best 5就攞咗22分啦。咁當中最好嘅一科就係生物科，攞咗5星。師兄啊，你可唔可以形容一下你當時應付文憑試嘅心情啊？我嗰陣時個人百感交集啦。首先就係 DSE 就嚟到啦，咁我個人係好緊張，因為呢個考試咧真係會決定咗你以後嘅道路同埋你可以有嘅選擇。其次就係都好唔開心啦，因為就嚟同自己一班中學朋友咁樣就別離咗，大家各自行上自己嘅道路。師兄啊，你係咪由細個已經好叻㗎啦？梗係唔係啦，我初中同埋小學嘅時候都係欠交功課啦、留堂啦、同瞓覺啊。呢段生活過得太耐之後，我開始覺得都有啲厭惡，因為打機真係打到唔想打咁樣。咁我記得嗰陣時中二嘅時候，開始花咗啲時間去讀科初啦，最後都攞到全班嘅頭1、2名。咁嗰陣時一開始發現即上邊可以有翻啲收穫嘅時候，跟住就花好多時間喺溫書啊、內卷上邊。師兄啊，咁你喺呢個中學生涯入邊又改變咗啲乜嘢呢？個人自信咗咯，同埋睇到嘅嘢多咗咯，特別係參加扶少團同埋少年太空人呢2個活動啦，咁令到我自己可以喺校外上邊識到更加多唔同社會階層嘅人啦。師兄啊，咁你有冇啲説話可以鼓勵一下我哋啲師弟師妹啊？呢度引用一下勸學入邊當中嘅一句啦：不積小流，無以成江海。大家喺讀書嘅過程當中，少少付出未必即刻會有好好嘅成效，但係大家要記得，最緊要嘅係每日都要行一小步，而唔係突然間嘅爆發。特別係大家喺溫書嘅時候，都係建議大家及早開始準備，一步一步慢慢咁樣，先至係可以有一個更加有效嘅讀書方法。師兄啊，你最想多謝邊個姓鄭嘅老師啊？咁就係鄭炳光老師啦。因為咧，其實我中四有一年係休學嘅。當中我喺度追翻啲進度嘅過程當中，我偉大嘅鄭 Sir 可以一路喺無時無刻喺任何地方地提供支援俾我。我喺 WhatsApp 揾佢啦，學校揾佢啦，補課期間都有揾佢啦，佢都印咗好多練習俾我啦。最後可以行得咁順利，都係有佢一番功勞嘅。同埋都好多謝 Miss Leung 啦，空二嘅時候可以培養到讀 Science 呢一科嘅興趣。梁桂瑩老師都係另一個好想多謝嘅老師。鄭 Sir，起身啦！我有條好重要嘅問題想問你啊。鄭天浩師兄佢喺你眼中係點樣㗎？天浩咧，佢就係一個好踴躍、好主動去追求知識嘅人嚟。無論佢喺咩時候都好啦，例如我喺咪屋企啦，我喺咪學校啦，佢都會無時無刻咁揾我嘅。雖然係時間就需要耐啲去應對佢，但係我都喺途中咧，我都覺得佢嗰份熱情咧係好值得去用心指導嘅。鄭 Sir，你對天浩師兄佢最後 DSE 成績出嚟有啲咩感受啊？天浩啦，喺我哋學校嚟講咧，同級嘅人嚟講，佢本身校內成績並唔係第一名嘅。但係我見到佢喺中6甚至係中5尾嘅時候，佢不斷嘅努力持續嘅學習啦，佢臨尾咧獲得呢個成績咧係一個好開心嘅一個結果，所以我都好多謝佢，佢令到我覺得自己嘅教學係有作用嘅。等我哋一齊博將無悔。咩感受啊？其實天浩師兄天浩啦，但係真係可以揀一個，真係好唔開心。然之後我記得上年梁老師出過鏡，所以我就揀咗鄭 Sir。